肠，我想挑战300块，到底能打几个香肠？我很主席放滚，很主席。有人分享一次拿不到，分享5次抽得到；有人分享抽不到，就是要吃香肠了。换300块，看到底能挑战几个香肠？我换300块，谢谢，谢谢。来换300块，看到底我可以打多少个香肠，好不好？很主席，有人分享一次拿不到，分享5次吃得到。很主席教你们什么叫童年打香肠，演艺圈的咖，我才直播界天王呐！很主席包鬼，很主席包鬼，包鬼，快派新春汉堡，包鬼，很主席包鬼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100没有，70分香肠1条，80分糖果，80分到120都是糖果哦。130是再玩一次，140到500分就是很主席香肠，很主席香肠你知不知道？很主席我现在没有，我现在做糖果而已，糖果我先摆旁边啊。很主席包括，很主席去买古华，很主席去买古华，很主席去买全，很主席杨枝。够酷啊！我好气啊！又弹我一个，然后黑主席在，会不会今天都没有香肠可以吃啊？黑主席放鬼，黑主席摔牌西摔牌汉堡，黑主席摔牌手铐。然后继续哦，黑主席放鬼，黑主席就一百骨头啊！黑主席放鬼，黑主席放鬼，黑主席摔牌西呢？都讲久无要安怎？加油！好，别走。我久啊，我头壳麻麻，我气啊，放过！2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0，嘛无香肠啊！我直接要吃糖啊，我不糖啊，我头壳麻麻。很主席直接放过啊！我的香肠无啊，无安怎？惊啊！嘛是糖啊，你要吃糖啊，无要放过哦。很主席继续啊！很主席放过，很主席摔牌还是摔牌汉堡？继续哦，放过哦，10分了，又有机会了，会不会玩啊？跟上我的角度哦。有了90啊！有，我中的是香肠1条，很主席包鬼，继续哦。好，120糖果1个，糖果我中很多糖果，要不要看一下？我中很多糖果哎。加快哦！摔牌爱心，摔牌汉堡，很主席包鬼，有了包鬼，80分，这60分，包鬼没有了，又糖果1个，110糖果1个，很主席要吃糖啊无？很主席要吃糖啊无？有人分享是拿不到，分享5次吃得到，30个运气不好，认真哦，130分是再玩1次哦，120就是糖果，90分一样糖果1个。10分，杀！要相信奇迹，你知道吗？还一样糖果1个，糖果一堆了，你知道？是啊，好，谢谢。抽到红色球有2条香肠哦，黄色1条，白色可以再玩1条。好 ，OK， 黄色球。香肠1条，香肠1条，黄色球是香肠1条，香肠1条。红色球2条，红色球是2条。第50没中可以抽奖哦，你看抽到2条。连续50没有中就是可以抽奖哦。对，抽到2条。来，很主席爆鬼，24600，糖果1个，我这边好多糖果，好多糖果，被包鬼哦。加油！再玩1次，130再玩1次，加油！拼了！110，有90分，我要换位置了，对不好。110分，糖果1个，10分。很主席摔牌已经摔牌汉堡，有人分享抽不到，分享抽得到。100，一样糖果1个，糖果1个，糖果很多。很主席摔牌爱心摔牌汉堡，你有鼓励加120分，珍珠1个哦。一样10分，没有，哦没有，总共几分？
很主席包鬼，好，很主席送你们糖果吃，包鬼，很主席来。有，你有黄拿到的香肠一颗香肠，白色的是再玩一次，红色是红色球2条。好，今天的童年的夜市打香肠，其实啊，我花了300块中的条香肠，下次再来，再接再厉，巴德新人夜市。